好，来继续来看南投一个4岁小女童，今年9月，互因妈妈的前男朋友持毒死亡，甲尸体带掉。这个前男友互检察官求处无期徒刑。小女童的妈妈因为协助等尸体，方求刑2年6个月。也毋过法院来发现讲，小女童的妈妈有生超过6个月。考虑到伊12月就要生囝，厝内底人阁无愿意出5万块的保释金，所以裁定讲毋要付保金，只要厝内底人签名就会当交保，但是有限制，要住伫台中的后头厝。4岁查某囡仔被杀害，台伫南投的菜园啊，检方调查了发现讲，这个囡仔是因老母姓陈的前男朋友持毒死了后带入家的。凶手被求处无期徒刑，这个囡仔老母涉嫌协助去死嘛被起诉。本来亲人无想要付5万块的保释金，检方发现讲已经有薪超过6个月，唔免交保证金。他是全部坦诚犯罪后，坦诚湮灭证据后，遗弃尸体后，犯罪嫌疑重大，但无羁押的必要后，因为有讯问他啦后，那目前他已经是34周的怀孕状态后，那可能之后也即将要临盆啦，经本院予以限制住居娘家。囡仔老母伫昨离开看守所，登去台中的后头厝，厝内门拢锁掉咧，厝边嘛唔知讲，伊被限制住所了后，敢有出门？人都无看啊，无看哦。啊，咪讲站会转来啊？我昨唔知影。除了囡仔老母腹肚内面有一个囡仔，法官阁发现讲，伊后头厝阁带一个10岁后生，为了保障囡仔的权利，要求南投县政府社会处、甲劳动处、甲台中市政府社会局，爱提供必要的协助。